嘉义太保的第18线正在进行积水改善工程，目前是暂时封路。不过，这边仔的嘉宝大桥下开回转道，煞互人乱拼废弃物等在路中央。要去这太保市灵骨塔拜拜民众，却是无路通好行。公路局养工处也赶紧来把这废弃物清走，避免清零连假造成大塞车。管1公尺长10万公尺的 PU 跑道废弃物，互人拼伫第18线嘉宝大桥下开的回转道，甲路挡掉咧。要去边仔太保市灵骨塔祭祀的民众，煞无路通行。哎，有漂钱，咱人捌字啊，食老啊。漂钱伤细字啊。嘿，伤细字啊，食老无多啊，就安尼靠都要靠偌久呢，足歹靠的呢。若有钱为遮过来较方便啦。嘉义县太保市第18线6公里附近的路段，目前因为进行积水改善工程，甲车路炸起来。有民意代表接到民众陈情，讲要来拜拜，唔但爱洗搁较大的，嘛搁较危险，就是因为这废弃物无人处理。从太保过来就直接在这一个桥下就回转了，这样直接进来我们的清宁堂是不是很安全？又不用再上高架桥一次，又不用跟嘉义市进来的这些车辆去争道。公路局第5区永和工程处解说讲，这废弃物当初是因为爱保留落来做证据，才无处理。即马偷盗的人已经抓到，法院嘛已经审理，会伫连假进前先刷去边仔，互民众会当使用这条回转道，消透附近路段清明备忘的交通量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